之城，請你珍藏這份情，從未對人傾訴秘密，一生首次盡吐心聲。80年代哥哥住咗嘅地方，我真此際心有共鳴，然後對人公開心情，用那金子畫做證。我以前喺度影㗎嘛，每年佢嗰幾日都會有好多遊客嚟嘅，有美國啦，有台灣啦，北京啊、上海啊都有，係啊，深圳嘅都有，係啊，個個都識得嚟呢度，係啊，好多都識㗎啦，有啲年年都嚟呢度㗎啦，一見到都認到㗎啦，我呢度有幾個都認到嘅，已經有嚟過咁。你自己係咪 fans 啊？我自己係啊，你自己都係？係啊，我連個鎖匙扣都有埋嗰張相㗎。呢個你啊，佢點講咧？唔識點形容佢，好 nice 嘅人，好好嘅真係，又唔會擺咩架子咧。我間中差唔多有生日啊，拎出嚟睇下啦，生日拎出嚟睇下。我一定自稱我一定係哥哥第一個 fans。我見到佢嘅嗰一剎那咧，就係佢參加當其時麗的電視嘅即係歌唱比賽。對我講一聲，因為我媽咪嗰陣時係喺個電視台做高層啦，咁所以就有陣時有啲咩大型節目啊，咁可能會揾啲細路仔要去做下花女啊、花仔啊，咁我會有份嘅。當哥哥出場唱歌嗰陣時候咧，佢嗰套白色嘅衫褲啦，好靚仔啦，咁同佢唱 American Pie 咁又即係哇英文歌啊，咁又哇即係跳跳紮咁，係好有型、好正、好睇啊！第7位出場嘅係香港嘅張國榮先生，佢今年20歲，係一位學生。佢唱 American Pie 嗰隻歌係7分鐘，我話大哥啊，你參加歌唱比賽啫嘛，我哋最多俾3分鐘定4分鐘，cut 我呢個邊有 mood 啊？咁我知係冇 mood 啊，但冇辦法噶嘛，你個 air time 即係個個都係咁噶啦，咁好瘦好黑，但係佢有種 blue blood 喺度，有啲貴氣喺度。咁我同老闆去後台，咁阿 Steve 咧，黃石照咧就即係見到佢又好開心揸手大家食咧，咁佢話講咗一句説話喺我面前，即係我哋3個人，咁佢話 Leslie，I'll make you a star 咁講，哇！佢嗰陣嗰啲喜悅啊，即係嗰啲 hope 啊，你淨係睇佢眼嗰度咧，淨係出嚟，佢望住我，我又望住佢，即係大家有個眼嘅交流，咁即係話喂，得啦，掂啦掂啦。Ready? 1, 2, 3. 願我會揸火箭帶你到天空去，在太空兩人住。亞洲歌唱比賽亞軍呢個銜頭，並冇令到哥哥剛剛起步嘅演藝事業一帆風順。佢加入咗當年嘅麗的電視，經歷過一段未必係鹹魚白菜，但係絕對係講出嚟都有血有淚嘅艱難時期。
鹹魚白菜也好好味。我嗰陣時，我諗我形象係唔討好，就係因為我咧走在個人咧就係好前衛嘅，啊着咗件一套西裝，咁然後喺度戴頂海軍帽，咁啊唱歌冇 hit song 嘅，自己唱晒人哋啲歌，唱一隻快歌，好似印尼嘅快歌，一隨等冇得飛，掟落去啦台下，已經響一紮響聲啦，即係出嚟已經響啦，飛出去再響，響完翻轉頭係咪？回轉頭，哇！有啲冇飛翻轉頭咁熟口面嘅，自己嘅。唔要人哋嘅。幸運不幸輕招手，我要艱苦奮鬥。即係我寫默默向上游，其實就係我寫我認識嗰個階段嘅張國榮，因為佢係對自己好有抱負，即係佢對自己好有信心，即係我係一定會得嘅。佢不嬲都係一個好有自信嘅 artist 嚟嘅，嚇就算嗰陣時可能個時間係唔係好得意啦，咁佢都即係佢都冇諗過要放棄做呢行，佢都係諗住尋求一啲新嘅公司或者一啲新嘅嘢去俾佢自己可以即係再繼續喺呢個圈度發展。一見你就充滿樂趣，歡笑共對，好似進入新領域裏，將醉未醉。1982年，哥哥加入華星唱片公司，蓄勢待發，準備迎接80年代香港流行樂壇嘅黃金時代。最初佢有時學下佢，有時學下嗰個，有時學下嗰個。後尾我就覺得佢要一定有啲獨特啲嘅嘢，咁我就將一隻 Elvis Presley 嘅歌《貓王》叫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你試下聽完 Elvis Presley 將個 key 壓低咗少少，第一係出到你嗰個好男人好 sexy 嗰味道。第二係人哋聽唱片嗰人唔係歌手嚟噶嘛，佢係可以隨意跟到你唱呢個 key， 就已經成功一半。我勸你早點歸去，你說你不想歸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風輕輕吹，冷卻了野火堆，我看見傷心的你。你說我怎捨得去哭太也絕美，如何止哭，只得輕吻你髮邊，讓風繼續吹。風繼續吹，咁就係我第一張嘅華星嘅唱片。一出版嘅時候咧，就反應唔係好喎，可以講係比我哋想象中差。咁但係咧，可能係因為我夠運啦。啲人就覺得越聽就越好聽，咁寫信嚟點唱嘅朋友咧，亦都越嚟越多，咁所以咧就開始咗我呢個新嘅一個階段，隨即即係簽咗俾呢個無線電視咧，就做咗一個合約嘅歌星。情愛就好像一串夢，夢醒了一切亦空。佢係唔依規矩做事嘅。我哋如果係唱粵曲咧，就話佢踩住線滑上滑落嗰嚿，佢唔係太跟住嗰個旋律嗰個手法去行嘅。潮流興多花款，隨便偷歡。潮流興將不羈當作新基本，但我厭倦，在某天已拒絕再和。太過乖嘅人，循規蹈嘅人係好難啲，一定係有啲童真，要怪怪地。因為喺 artistic 裏邊，我覺得有一下叫神來之筆，即係嗰一撇，嗰一笪紅色喺幅畫度，嗰一下唱歌，即係嗰下就係可以 hit 到觀眾。Monica 有幾紅啊？
Monica 嗰陣時令到佢嘅唱片銷量當其時即係賣到成40萬張，好犀利啊！無言來奉獻，柔情常令我個心有愧。我認為咧，哥哥嘅舞台魅力係冇得揮嘅。佢教我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咧，就係行出嚟就要 strike pose， 即係你要擺咗一個格俾人睇咯。咁等人哋嗰個目光係要集中喺你身上。你清楚我嗎？你懂得我嗎？你有否窺看思想的背面？咁我最中意哥哥另外一個金句咧，就係校靚迎村啦。你要有 sex appeal 啦，咁就係校啦。咁靚就唔使講噶啦。在灰暗裏漆黑中那個美夢，從鏡裏看不到的一份陣痛。型係一種態度咯，除咗你嘅外表之外。串咧，我覺得呢個就係最經典嘅，因為有陣時啦，你即係唔好理你做乜，唔好理嗰啲觀眾係嚟捧你場，嚟捧第二個場，你當佢死嘅就得㗎啦。冇人可以趕盡我，所以我唔撈。如果我真係唔做呢行嘅話咧，係我自己光榮地行翻出去。為何仍斷續流？默默碎。88年開始呢個世界巡迴，最後一站翻香港。佢嗰陣時佢已經喺個 tour 一路都開始同我講話，我真係覺得壓力好大，我想過自己有自己嘅生活，我唔想再做。我已經我覺得山口百惠都21歲都可以退休啊！我都即係其實呢個山口百惠嘅思想對佢都有好大嘅影響。完全明白我這決定叫你太失望。為求明白這個決定，我也有苦況。若是日後愛念未忘，仍然懷念我。都覺得佢聰明，我覺得佢睇到佢自己喺個樂壇嗰度，如果再打滾嘅時候，佢唔 take 一個 break 嘅時候，佢永遠都唔可以再有一個新鮮啲嘅形象。咁佢唯一一樣嘢，佢可以幫自己去樹立再突破自己嘅時候，佢一定要停一停。純粹係當私人宴會咁樣嘅形式，咁同埋因為阿 Sam 係我最中意嘅一個藝人，所以今晚我都要開下金口啦。受了教訓，得了書經的指引，現已看得透。冇人估到89年事業如日方中嘅哥哥會做出退休嘅決定，不過更加冇人估到復出之後嘅佢會為我哋創造出更多嘅驚喜。輕快笑着行，一追再追，只想追趕生命裏一分。咁到翻咗嚟再做唱碟嘅時候咧，佢冇咗嗰個 pop idol 嗰個負擔咧，佢就喺藝術上嘅
嘅追求更加高。咁你睇到佢揀歌或者係要人哋作歌俾佢，由追開始之後到佢叫人哋度身訂做俾佢啲歌咧，你睇到佢嘅品味咧越嚟越高嘅。咁可能冇咗即係獎項啊，或者即係咩任何方面嘅包袱，更加隨心所欲咁點樣嘅題材即係亦都已經超脫咗一個即係偶像派歌手話一啲應有嘅一定要有嘅元素啊，唔少得嘅，即係冇晒呢啲嘢，咁所以係一個俾我天馬行空嘅發揮嘅機會。誰亦能可一可，一張嘴一副面容差不多，但別要選出色一個，好盡氣力去不可，懷內能多一朵，力度與溫度差不多，唯獨你雙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這寂寞。最難忘嘅好後期嘅一首叫《我》嘅作品，咁我係佢自己正式唔介意地公開唱咧佢自己心底入邊嘅好真實嘅話，唱出佢嘅身份。我成個主題就係話，人最緊要嘅就係你懂得點樣去愛人之外，最緊要嘅係你識得去欣賞你自己。我就是我，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天空海闊，要做最堅強的泡沫。哥哥就係一個好夠膽，可以話係，亦都好創新嘅一個表演者。佢唔會話擔心話究竟觀眾接唔接受，佢想俾歌迷好、觀眾好嚇，知道佢究竟佢心裏邊究竟係一個咩嘅人。我還飄泊空空，是夢中的一時。熱情演唱會係一個好大膽嘅嘗試啦。咁我記得當時咧，即係嗰啲 media 一見到我哋咧，個個都話大讚，個個都話哇好正啊個 show，好咩咩咩，即係咁即係同我哋係咁講。但係到第二日我睇嘅報紙咧，即係哇即係將佢個造型咧係即係醜化到不得了。咁我就即刻上網 click 上網睇，咁我都話哇你搞乜？你搞乜嘢啊？咁佢有啲鬍鬚咁長頭髮咁。咁我翻到嚟第一件事，我睇完佢嘅演唱會之後，我對佢直情係我覺得佢好有遠見，有夠膽識。喺個舞台度，你嘅歌藝舞藝係必然㗎啦。但係你係喺個舞台對自己嘅要求，同埋你可以去行一條新嘅方向，要行得咁好，而我覺得可以講得係可能係後無來者。我唔知其他人同唔同意，我始終會堅持啦。日後10年8年之後係講翻香港文化，我哋再講起張國榮咧，佢係一個好重要嘅組成部分。呢度都有講嘅。還要捕捉誰？咁
咁一個係男歌手，佢不能脫離一個流行工業嗰個生產模式，譬如講市場啦、講計算啦等等。咁但係佢有一啲嘅空隙或者空間咧，佢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咯。將佢一啲相信係可以喺舞台上面千變萬化特質，打破啲嘅常規。譬如男人可以有女性嘅嗰種媚態嘅，或者我哋對男人或者對女人嗰種睇法係需唔需要改變或者拉闊啲咧？咁既然佢做到，點解唔將佢做到嘅嘢俾多啲人知道，或者係將佢做一個深度嘅研究？呢一個 artist 咧，佢既然係有個特質係咁特殊，點解係香港文化呢個環境會產生咗佢咧？咁我好有興趣想知道一樣嘢咯。我只可以話，我用我嘅方式了解佢，但係唔等同佢。凡係 artist 都有呢一種拒絕被了解嘅，因為你先可以保持一種神秘感咯。俾人穿晒嘅話，唔好玩㗎咯。咁如果哥哥有一日同我咁講，喂，你寫啲嘢我唔係咁嘅喎，我會對住佢會心微笑，我明你點解咁講呢句嘢。是真的失望，痴心今已受創，痴愛換來一巴掌。我已經做咗差唔多70部戲，咁喺呢70部戲裏邊咧，我曾經做過好多唔同類型嘅角色啦，有一啲懦弱嘅撞鬼嘅書生啦。亦都有走到去沙漠嗰度屠情嘅一啲劍客啦，再嚟一個就係譬如話男扮女裝嘅花旦啦，南北行嘅12少啦，再嚟現代少少嘅就有冷血殺手啊，好多角色都做過。呢部就係《色情男女》啦，咁就係1996年嘅時候拍，咁啊第一次同哥哥正式合作啦。咁嗰陣都幾即係好難以置信啊，因為即係點會諗到可以同自己個偶像一齊拍戲咧？仲要係一嚟就係做佢嘅老婆，即係女朋友咁樣喎。咁仲有場床戲添喎，咁係。喂，係我係邊個？阿松啊！哦，阿松。係啊。喂，你做緊咩啊你？冇嘢。係點啊？你想同我講劇本咧？當然，除咗做我男朋友之外，哥哥喺銀幕上其他精彩嘅演出，你又點會忘記咧？喂！點啊？像日發放今天，我伴你往日笑打多啲沙包啦！輕叫聲，共抬望眼看高空，終於晴天優美為你獻。咁啊，英雄本色就同佢同阿周潤發一齊合作啦，咁結果就產生一個非常好嘅成績，同埋可以叫做擦出火花。靚仔，唔好揾槍指住我頭，你夠膽就開槍打死我！開槍！開槍啊！阿健，阿 Sir， 我知我欠你好多，你俾一次機會我好唔好？俾次機會你，我求你俾次機會我啊！《英雄本色》入邊嗰個細佬個戲係好緊要，咁當時我哋諗，如果係揾呢一個演員嘅話，佢理所當然第一個諗法就係 Leslie， 冇其他人。因為個哥哥坐監，跟住成屋人俾個哥哥過去嘅所做嘅職業影響到家破人亡，咁個細佬好似當差就心裏仲好唔平衡。咁作為一個反叛嘅青年嘅形象，其實 Leslie 好啱做。唔知有冇人提過佢同 James Dean 其實有啲相似嘅眼神嘅。呢種眼神其實係對普通人係有啲威脅性，但係你對佢熟悉之後咧，你感覺嗰種係一種好特殊嘅一種魅力嚟。所以當時搞《倩女幽魂》第一件事，佢要將 Leslie 帶翻俾觀眾嗰個位先。人
其實有一場我幾中意就係佢哋兩個喺個水中嗰度喺度話就係接吻，其實就互俾氧氣啊。我預算就即係都幾難搞嘅，即係咁點知就拍嗰陣時咧，其實我哋就係剔咗2剔，咁但係其實都係用翻第1剔，所以係佢就即刻可以攞到一個感覺，即係攞到佢喺水裏邊嗰個同祖賢兩個接吻嗰個浪漫個感覺。我相信唔單止我個人覺得，好多人都會覺得張國榮佢本身有一種貴族嘅氣質嘅，即係輪廓好，或者佢所有嘅言行舉止都有一隻好儒雅嘅氣質喺度，同埋佢裏邊其實除咗佢嘅氣質之外咧，我相信張榮本身嘅特質有一隻好陰柔嘅感覺咧，我相信正係佢到最後佢個角色到年紀大嘅時候，你會覺得佢好淪落，佢甚至冇如花咁有勇氣去面對個死亡等等。正張國榮呢種特質係俾嗰個角色有種猶豫不決啊嗰樣嘢，佢係賦予俾角色好多好多。張國榮其實我係中意佢以前嘅嘢多過佢後尾嘅，因為我記得我好耐以前睇過佢做香港電台嗰啲咧，《我家的女人》嗰陣時，我覺得張國榮係好特別，因為嗰陣時佢唱歌都仲未紅。然之後佢開始紅，然之後佢一路做戲，倩女幽魂啊，英雄本色。嗰陣時我反而我覺得佢嘅戲係太過有信心，即係你覺得佢好似每一次都喺度示範咁我就唔係好中意呢樣嘢。咁所以今次我已經一開始同佢做嘅時候，我同佢講就話你要撳晒呢啲嘢嘅，即係唔好係一種演技。王家衛導演真係將佢我哋好多時候我哋睇唔到張國榮更加裏邊嘅更加深沉、更加內心嘅嘢發掘到出嚟嘅。동디我每個月會寄禮俾侬嘅。我咩都唔想要，我就係要你留低。咁耐以嚟一直都唔肯放生我，到而家我亦都絕對唔會放生你。唔係咁容易演㗎，但係佢揾到阿哥哥真係啱晒，佢有嗰種眼神，有嗰種心態，所以佢即係我即係除咗佢都冇第二個可以選擇㗎啦，係嗰個年代嚟講。阿飛正傳為哥哥帶來第一個影帝嘅殊榮。不過如果要講將哥哥嘅演藝魅力帶到國際舞台上，就不得不提呢部電影啦。嗱，呢度咧就係《霸王別姬》藝術展嘅日本橫濱站。咁之前喺香港同埋上海咧都已經係搞咗2站啦。今次係我哋香港影迷同埋日本影迷嘅一次合作，亦都已經被列入為中日交流年嘅正式嘅官方活動之一。《霸王別姬》呢部電影對於張國榮同埋張國榮嘅影迷嚟講呢，都係一部好有意義嘅電影嚟嘅。透過呢部電影而認識咗京劇，又或者認識多咗中國嘅人啦，都會對呢部電影特別有感情同埋興趣嘅。一個模擬嘅京劇台，而喺中間嘅呢一塊刺繡布後邊呢，其實有個熒幕，咁係方便每一個鐘頭呢就可以播放哥哥嘅即係一啲片段啦，同埋製作花絮咯。
相似。另外一方面，在感情上，他是非常的。法國地鐵海報，呢一個就係西班牙嘅戲院海報，劇本係原裝正版嘅。個 fans 咧就好有心㗎，佢連嗰個戲院嗰張飛都仲喺度。咁可以睇到呢個咧，其實就係京劇台後邊嘅一個化妝間。咁呢一 set 咧就係佢嘅頭飾嚟嘅。最主要嘅目的係希望啲參觀者睇完呢個展覽之後，就希望佢哋會返屋企再睇多一次《霸王別姬》呢套咁精彩嘅電影。當然啦，另一個目的就希望更加多嘅人可以重新認識張國榮呢個咁出色嘅藝人。以一個男性嘅角度嚟講呢，我覺得張國榮佢有柔嘅一面啦，同埋佢亦都非常之有男人嘅魅力，同埋係好靚仔嘅。佢簡直係一個超級嘅演員啊！我幾時都咁尊敬張國榮嘅。我自從認識咗張國榮之後呢，可以話係改變咗我嘅人生。做咩嘢都積極咗。以前我就淨係識得關心日本或者日本裏面發生嘅事啦。但係識到哥哥之後咧就唔同啦，我就會睇下香港電影啦，又有興趣知道更加多啲香港嘅事喎。可以話咧擴闊咗我嘅世界觀。電影咧係一個群策群嘅工作嚟，但係有一個好嘅導演嘅悉心教導之下咧，有一啲演員咧就可以喺個銀幕嗰度做出一啲令人哋拍案叫絕嘅一啲嘅角色，好似俾到你一個生命。所以一個好嘅演員可以俾無數咁多嘅生命俾佢自己。點啊？拍得好唔好啊？幾好啊！多得吧。2003年4月1日愚人節，一個冇辦法令人相信嘅事實發生咗。藝人張國榮傍晚喺中環一間酒店墮樓身亡，終年46歲。警方嘅消息話，張國榮下晝6點幾喺中環文華東方酒店由高層平台墮樓，被送到瑪麗醫院。我再也不會怕寂寞。寂寞已用一把鎖鎖走真的我心裏。好難 describe 嘅嗰樣嘢，即係覺得好唔真實嘅，即係冇可能發生咯嗰樣嘢。錯，過去竟會怕寂寞，舊日愛像一把火。我唔好講咩，起碼令到我到今時今日我都未曾有膽量再次喺屋企聽佢嘅歌。即係覺得好可惜咯，即係好懷念佢，因為喺而家冇話而家以前都係樂壇業咁樣一個藝人，即係我可以講即係。冇㗎啦！佢一直都冇放棄，佢一直都有咗呢個病之後，佢其實一路都喺度撐咗好耐。但係真係好唔好彩啦，最後即係都係冇辦法。呢個唔係佢嘅決定啦。係個悲劇，係個悲劇人物，唔好再引起大家更多嘅唔開心嘅，記住要開心，好嘛？記住要開心。8, 7, 6, 5, 4, 3, 2, 1. Happy birthday! So let's sing the birthday song together, okay? 1, 2,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今日咧係9月12號啦，2007年，咁係我哋最敬愛嘅張國榮哥哥 Leslie 嘅生日會。咁我哋希望藉着生日會，將一班人聯繫起嚟，延續哥哥嘅精神啦，亦都可以大家喺埋一齊咧睇多啲哥哥以往可能我哋有啲地方睇唔到嘅片段。喺咁多年嚟，其實頭先我雖然話哥哥離開咗啦，咁但係喺我哋嘅心目中，佢永遠冇離開過嘅。我們現在可以說是他超級的那個演員跟歌迷。我哋喺新加坡係睇佢一套電視劇浮生六結，就中意咗佢啦。我希望大家支持我做呢個共襄善舉嘅事，好嘛？可以話俾大家聽，呢啲卡全部係俾晒兒童癌病基金嘅籌款咧，由第一場到而家即係第20場咧，已經籌到60幾萬。垂下眼睛熄了燈，回望這一段人生。因為咧哥哥咧就其實俾人嘅印象咧就係真善同埋美。咁善咧就其實好多人都知嘅，因為咧佢都會有時咧開演唱會啦，都會咧即係為癌病基金籌款啊。疑問究竟為何生？你希望咧將佢嘅善心咧就繼續落去，即係幫助更加咧有多啲需要嘅人啦。咁幫到人之外咧，就可以咧令到我哋自己嘅眼界都開啲啦。若我可再活多一次都怕，再可以在路途。今天我們在這裡就是大連慶功大學舉辦這場關於張國榮的紀念影展。我們04年的時候，全年在全國的13個城市的20所高校，加一起是辦了90多場。我覺得通過這個方式呢，可以弘揚哥哥的藝術成就。我覺得作為一個藝人來說，就是靠他的藝術成就來流芳百世。所以他雖然人不在了，但是我們要堅持不懈地把他的藝術成就在這個世間繼續流傳下去。所以我們要一代一代的繼續放這個電影。我覺得他真是太有才了，他挺有才，然後自己特別努力，這是我們大學生需要學習他的地方。我感覺挺喜歡他，我想我以後會更多的去了解他的電影方面的東西。我知道你識唱㗎，嗱，識唱跟我一齊唱好唔好？瀟灑的他，手執鮮花，展開傾心的對話。嬌小的他，點起香煙，香煙滲滿了嘴巴。叉起雙手，不想開口，演一出傷心的戲劇。不想傷悲，不想傷氣，也因我如是講話。就是他去世之後，自己很後悔。就比如說當年看他的演唱會的時候，他在台上使勁喊說：“大家都站起來和我一起跳啊！你們要答應我要一起跳的。”好像可能全場只有我一個人坐在那裡。我覺得我鼓掌，他也不一定聽得見；我歡呼，對他也不見得有什麼意義。但後來我想得多，我覺得喜歡一個人呢，還是要及時表達出來。他對世界奉獻這麼多，他還是希望有回報的，希望你表達出來。而且他留下的這些東西，我們也不能自己看一看就算，我們應該幫助他，讓更多的人知道。呢啲呢就係哥哥喺內地嗰啲 fans，好有心機咧做呢啲咁嘅。因為我哋第一次見面啊，咁啊影咗啲相喺邊度啊，咁啊嗰啲佢哋叫咩名啊？跟住有啲相我自己都未見過。
第一次咩2001年11月26號睇 Elton John 演唱會係呢，我自己都記唔到呢個係睇 Elton John 嘅演唱會，即係佢哋會抄呢啲咁嘅料咧，即係好有心機啦，整呢啲。呢幾年嚟，即係佢咁多咁愛佢嘅人，都即係我即係都為佢做咗好多嘢。眼中閃出情侶緊擁抱，明白你心愛着我。即係我盡量希望出年去做一個音樂會去紀念佢。本來我諗住，即係如果可以嘅話，我諗住即係10年，我先至去做呢樣嘢，可能我會做得好啲。但係10年，大家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咁我有冇咁嘅命等到10年去做呢樣嘢，我自己都唔知。咁我唔想我走咗都帶住一個遺憾。因為你，我會記得嗰1分鐘。由而家開始，我哋就係1分鐘嘅朋友。呢個係事實嚟嘅，你追唔翻嘅。未來嘅日子裏邊，做多啲好嘅嘢，能夠令到你哋喺我嘅藝術生命裏邊，令到我感覺到我係可以供求俾大家你哋需要嘅嘢。因為我諗喺呢個娛樂圈裏邊咧，我亦都唔會話擔得太久，只會係做一段時間。之後我就會隱退，咁但係喺呢段日子之前，我好希望能夠令到每一個人都記得我，盡量唔好忘記我。只可以話好多謝你對我嘅捧場，多謝。